天氣愈來愈熱，台北市政府最近伫個西門町甲小巨蛋的附近設置這個大基雨傘，所以引發到民進黨市議員的批評，講為什麼信義商圈要用加真貴的蘑菇造型的雨傘？台北市長周萬安回應講，因為信義商圈的環境比較濕趴，這是讓議員更加不滿，講無尊重到艋舺的市民。周萬安今仔日再度來回應，講每一個地頭攏真濕趴，真有特色，若需要蘑菇的雨傘，會協助了解評估。台北市信義區松至松高路旁的路口人行道上架起了施工圍籬，北市府規劃未來這裡會有這類型的遮陽傘。在地人行道邊啊，暗時給發光。北市城市建文計劃在信義區有的所在採遮陽傘，不過同一個計劃甲西門町的造型無同款。紅色大基雨傘已經有真儕人買在下面炸日頭。可能信義區需要比較高級的感覺吧。我感覺這種紅色的應該比較遮吧，這比較好看啊。但這應該比較有用吧。信義區被恢復遮陽傘，平均每一側744班，和西門町甲小巨蛋的紅色大基雨傘比，信義區的設計圖會發光閃閃細細，啊西門町有春秋的功能，一側差不多40班，計小差別19倍。對於信義商圈，當然就會特別考量啊，它整個周遭環境比較時尚，而且整個周遭，我們也希望能夠顧及到整體市容的景觀。講信義商圈個怕，這句話互北市艋舺區議員聽個真無歡喜。你說到信義區比較有時尚感，那我們中正萬華呢，在你心目中是什麼樣的一個定位？你這樣子言語羞辱，還有這樣子的一個相對比較，對我們中正萬華市民來說是非常不尊重的。台北市是一個國際大都會，各地都非常的時尚一點，所以地方議員如果有需要，認為想要設置蘑菇，我們就會來協助了解並評估。北市府希望兼顧城市景觀和遮日頭的需求，不過造型市民感覺是大家是討論甲熱刺刺。